用台语学汉语第25集。当韵切音读当，台语习惯读当。红，台语习惯读红。即类的韵母 o 转韵做啊，就号做当红韵。什么字该转韵呢？第23集的单线韵韵母较特色，颠倒较好判断。o、a 拢是真普通常用的韵母，看起来简单。因为简单，该转不该转变成困难的判断，对教育部是绝对的困难啦。判断上，就要注意字的意思，袂使乱转。来看范例。即字当，说文解字的解说，冰野、冷冻库，安尼写无问题。当转韵做当，加骹当，安尼写会使无？不可，爱用即字当。一文讲是冷野，当转韵做当，均猪骹的豆油放冷就会坚冻，免甲结冰的程度就会坚冻。猪骹冻、鸡骹冻，安尼写，当、冻一音一字。第8集有讲过的字，即两字韵切音拢读茫，广大的模样，茫茫大海，无转韵。意思是平手的即字茫，就转韵做茫，水茫茫，安尼写。茫就算转韵音对，但是意思毋对啊，无效啦。心茫茫即字一韵的音切木工切读茫，意思昏夜。心茫茫，心昏昏，即字来转韵，意思才对。心茫茫是心很大，意思也是毋对。第8集嘛讲过即两字，即两字韵切音拢读茫，共款来检查会使转韵无？蒙未平的字有倒一字有转韵呢？无啊。非字平的蒙有较特殊爱转韵吗？无啊。不管有转韵无，蒙是芳的意思，就毋是蚊子啊。罗句咧即字蒙，意思才对啊。即字来转韵做蠓，全世界的人才看有。蠓啊，蚊子，安尼写。头上一个洞，有人会讲头上一个空吗？无人安尼讲吧。但是教育部会教你头壳一空。空当然有机会转韵做空，但伫遮是毋是无适合？空是空无啊，洞是空洞啊，有一个实体啊。头壳一空，是毋是着安尼写？有一个空洞啊，空转韵做空。裤底破一空，是一个洞啊，所以爱改即字空。有一个实体的洞，就永远写即字空。落地仔地磅子，落地仔空空，安尼写勉强可以。无物件空空嘛，空虚嘛。为着避免混乱，空永远读空。即字空，拟仔讲是虚啊。即字来转韵做空。落地仔空空，安尼写。即字说文解字讲是口野，讲韵的音切冲锐切读喙。口，台语习惯讲喙，即字无毋对。这是要互你读喙空，读我袂晓写，先安尼写。喙是一个洞嘛，所以写即字空。喙会食会讲，啊空喙，什么意思？教育部讲是伤口啦，好好笑哦，是可以咬人吗？伤口是一个洞，即马咱知影写即字空。喙呢，即字一韵讲是烧伤呀，空喙安尼写，毋是所有读喙的音
拢是喙口的喙，是吧？空喙部字安尼写吗？一字一字来看，为着避免误会，空永远读空，空写做落地仔空空的空，喙顶一集有解说口也，台湾人讲的喙，确实即字无毋对。部呢，说文解字讲是部字也，古文查甫的甫甲父亲的父相通，所以写即字部也可。字呢，字理册读字，字足也，部就是足，足嘛是字，部字共义连词。喙无物件，喙空空，搁一直部一直字，无内容啦，讲白贼啦，空喙部字安尼写。即字字字理册读字，就是部的意思啊，是毋是真简单？我知影你是毋是嘛真歹接受？即字我查字典查过真侪解，遮简单的音，遮简单的意思，却是看毋捌。毋知影安怎才想到即字意思，确实是部啊，确实是读字啊，为虾米进前拢看无呢？我嘛毋知，灵感吧。所以你若一时无法度理解，无法度接受，慢慢仔体会吧。讲师的干法，参像有类似的说法甲误会。即字实列册读说是入声字，字是动词，台湾人误会是名词的说，或者是讲字若做名词，就等于是说，大家会使接受吧？安尼的文法嘛毋是真奇怪，片可以做名词，也可以做动词，用片仔片着香味。孙悟空本领通天，安尼写无问题。另外，这四字安怎读？规年通天吗？是毋是怪怪？刷来的重点，大家知无？先讲规年，飞几个年吗？是毋是怪怪？教育部写规年，规几个年吗？嘛是怪怪。我写规年，规中土规声，就读规啊。文册音有快、快这两字，石块、土块，演成做事物的完整性，就讲规。转来讲东洋运通答也，真熟悉的字。另外这字通，说文解字讲是经铁也，规年一日换过一日，日日经铁啊，所以这字通来转运做通。规年通天安尼写，规厝间杂杂的人，我安尼写。真侪东洋运的用语，就无一字一字介绍。佛这个声母叫做轻吞音，台语无这个音，古汉语嘛无这个音。咱来练习国语是轻吞音的东洋运用语。香味的香，芳质的芳，放手的放，放恶的放，上空上芳的芳，空芳是有实体，所以即字空。空无的空无适合，山峰也是读峰，蜜蜂读蜂，芳物件的芳，和芳共声符，安尼写，安尼记。大布棚的棚，搁一字姓氏的字马棚。这集先讲到东洋运，主要介绍的字：鸡脚冻的冻，水茫茫的茫，心茫茫的茫，蚊子的蚊啊，头壳一空的空，落地仔空空的空，喙口的喙。着伤的空喙，部就是字，字就是部，
完整性的鬼，规年、规工、规个人，规年烫天的烫，搁几字轻吞音的用字，追加一字入声字的即字恶，转运做恶，恶水的恶。总讲一句，字写出来，不管是转运也是任何状况，意思爱对，无就变成白痴造句。意思对，全世界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所有的人拢看有。教育部的全国语文竞赛变成是粪扫文章，只有因迄阵人看有，绝对是粪扫。搁害毋捌的人当作是足深的，浪费一堆参与的学生、教师的性命，是无？讲这是祸国殃民，有过分吗？